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有一位中國科學家響疫情爆發初期嘅重災區武漢抗疫咗113日，由黑髮變成白髮，成功研發新冠疫苗。佢更以身試藥，為疫情帶嚟咗曙光。佢就係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薇。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，陳薇緊急辭援湖北省武漢市。佢知道疫苗先係抗擊疫情最有力嘅武器。為咗同病毒鬥快，佢每日只係瞓3至4小時。1個月後，以腺病毒為載體嘅新冠疫苗研製成功。第一批疫苗運抵武漢後，陳薇捲起衣袖話：我先試打，半小時後如果我冇事，你哋再打。可幸參與研究嘅幾位科學家都冇出現不良反應，疫苗亦響2020年3月獲批進入臨床試驗，到咗2021年2月正式上市。中國新冠疫苗研發成功，除咗有效降低內民眾傳染率同埋重症死亡率外，中國更向海外超過120個國家以及國際組織提供疫苗援助，成為對外提供疫苗最多嘅國家，為全球抗疫防疫出一份力。保障人民嘅生命安全、保障生態安全、保障生物技術安全等，都係國家維護生物安全嘅重要部分。國家積極應對傳染病嘅防控，全面提升生物安全能力，推動全球公共衛生嘅發展，表現出國家積極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嘅理念，體現咗一個大國嘅責任心同胸襟。